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老 Best， 我係 Dr. Mark， 每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同大腦相關嘅一啲有趣研究。我的女兒複習到凌晨3點，結果隔天該背的全都忘光了。難道睡覺真的會把記憶失掉嗎？ NIH 咧做咗一個10年嘅追蹤數據，有一個驚人嘅發現。佢發現咧，每晚瞓覺少過7個鐘頭嘅青少年人咧，佢哋嘅海馬回咧係會逐年萎縮0.8%嘅。咁佢哋嘅深度嘅睡眠咧就會減少1%，而記憶鞏固嘅效率咧會下降12%。喺瞓覺嘅時候咧，大腦咧就一個星形嘅膠質細胞咧就會啟動一個大腦洗滌嘅模式㗎，咁就會清除咧我哋大腦入邊咧一個叫做 beta 嘅澱粉樣嘅蛋白，我哋嘅神經元之間嗰個接觸點咧就好似咧清除咗一啲污糟嘢咁樣啊，咁會令到佢傳送信息嘅效果咧就會更加有效果。喺學術研究入邊咧有一個叫做紅光療法嘅睡眠艙，咁其實咧透過紅色嘅光線咧去照射我哋嘅眼皮咧，能夠咧令到我哋瞓得更好嘅。成個模式咧就係點樣去啟動我哋大腦嘅腦電波轉化。原來用紅光照射我哋嘅身體同埋眼皮咧，15分鐘咧就可以令我哋入睡嘅時間縮短42%嘅，深睡嘅腦電波嗰個震動頻率咧會強化38%添喎。跟住咧俾一個睡眠優化方程式俾大家。嗱，記住321呢一個黃金法則，瞓覺前3個鐘頭啟動呢個紅光照射嘅環境，喺你身邊咧要有一個紅燈。第二個部分咧就係2啦，做2次深呼吸嘅周期。呢個深呼吸咧就係先吸5秒，跟住 hold 住3秒，然之後咧呼氣7秒。呢個537做2次，咁最後咧用1分鐘嘅時間咧，你就可以去到呢一個深層睡眠嘅腦電波。研究發現咧，持續4個星期做呢一個嘅321黃金法則嘅話咧，你嘅海馬回嗰個灰質就會回升0.6%嘅。咁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老 Best 嘅頻道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呢個紅光療法嘅話咧，咁我哋咧準備咗10個呢一個老 Best 嘅紅燈俾大家。咁呢個紅燈咧，其實就係可以喺睡前3小時咧，幫到大家製作呢個紅光嘅環境。只要你喺下邊留低我想要3個字，咁我哋咧就會安排將呢一個紅燈送俾大家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頻道嘅內容嘅話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